歡迎收睇我哋 MG 嘅 YouTube Channel 啊！我係希仔啊！咁今日咧，我同大家介紹一款產品啦，就係我哋嘅 Tactical Foot Pad 啦。咁相信大家之前有嚟過我哋門市咧，都發現到我哋係門市係有出售唔同嘅軍糧喎，例如咧美軍嘅 MRE 啊，同埋英軍嘅 Ration Pad 啦。咁然後咧呢一款 Tactical Foot Pad 咧係嚟自愛沙尼亞嘅產品嚟嘅。咁其實佢哋使用一個叫冷凍食材嘅技術啦，咁其實呢種技術咧並唔係一啲好新鮮、好新嘅科技嚟嘅。咁大家都以為可能呢種技術係可能近幾年先有，但係其實唔係。其實咧喺幾個世紀之前咧，呢個技術其實已經存在㗎啦。如果將時間追溯到大約2個世紀以前，喺南美洲壯麗而高聳嘅安第斯山脈，當地嘅原住民其實已經觀察到一種非常特別嘅自然現象。安第斯山脈海拔極高，氣候寒冷，而且空氣稀薄。喺呢種獨特嘅自然環境之下，啲人慢慢發現一件有趣嘅事情：當佢哋將已經冷凍咗嘅食物帶到海拔更高嘅山區時，食物入面嘅冰晶竟然會逐漸消失。原因係喺高山地區，空氣氣壓比平地低得多。喺呢種環境之下，冰晶唔需要先融化成水，就可以直接由固體變成氣體。而呢一個由固體直接變成氣體嘅過程，就叫做升華。而正正就係呢個原理，成為咗後來冷凍乾燥技術最重要嘅科學基礎。隨住科技發展，人類開始可以利用機械設備喺工業環境入面重現呢個過程，並且將原本只會喺高山自然環境出現嘅現象轉化成一種穩定而可靠嘅食品保存技術。而透過呢種方式製作出嚟嘅食品，可以喺長時間保存之下，依然保留食材本身嘅風味同營養。因為呢類食品只需要加入熱水，就可以喺幾分鐘之內重新變成一份完整嘅餐點。OK， 咁我哋翻嚟先。呢一款產品其實食用方法都非常之簡單嘅，跟住落嚟咧，我會示範一次。我哋今次係用 Heater Bag 加熱方法啦。首先打開 Foot Pad 先啦，拎出入邊個乾燥劑，然之後加水。正常情況下，其實你直接加熱水就可以啦。不過今次我哋講下冇熱水時嘅加熱方法，再重複攪拌，令到啲食物充分吸收水分。差唔多拎出我哋嘅 Heater Bag 啦。每一個 Heater Bag 都會附送一袋石灰粉，咁然之後抌落個袋啦，再加水。啲石灰粉遇到水後，好快就會加熱啦。小心辣手啊！咁嚟個時間就要將我哋嘅 Foot Pad 擺落去啦，鎖實個袋，等8分鐘到就可以享用啦。咁咧話咁快8分鐘喎，咁我哋咧今日就攞一包同大家試食啦。咁咧呢個係呢個蘑菇意大利燉飯啊。咁咧呢個size 咧係 regular size 嚟嘅，咁就有420 gram 啦。咁我哋仲有另外一包係580 gram，咁就係俾啲大食啲嘅人食噶啦咁樣。咁另外咧佢呢個口味啦，蘑菇燉飯嘅口味咧係攞過2023年嘅食譜大賽添嘅。係啦，咁除咗呢款口味之外咧，我哋仲有其他23種口味嘅。咁咧，我哋飯就食完啦。啱啱咧，我都得出咗一啲少少嘅建議啦。咁樣，如果係麵類咧，我會建議等7至8分鐘啦。因為如果等得太耐咧，佢會變得腍得滯，會影響咗個口感啦。如果係飯類咧，我會建議等8分鐘以上，因為佢需要一啲時間吸收水分啦，咁樣先會令到個口感更加好。總括而言，呢個產品有3個優勢。第一就係非常方便攜帶，第二就係可以擺放保存好耐，第三就係只需要加水就隨時隨地喺邊度都可以享用。正正因為具備咗呢啲獨特嘅優勢，所以好適合用喺戶外嘅長時間行動。後來好快就俾唔同嘅軍事單位所採用。到了1960年代，越南戰爭開始逐漸升溫。對於當時喺叢林入面行動嘅美軍部隊嚟講，補給一直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挑戰。好多任務都需要士兵長時間深入叢林，喺高溫、潮濕，而且補給線唔穩定嘅環境之下行動。喺呢種條件之下，軍方開始尋找一種更加有效率嘅食品保存方式。於是咧，
冷凍乾燥技術就開始逐漸被引入到軍事補給系統入面，而正就係喺越戰時期，呢種食品保存技術開始喺軍事領域入面變得越來越重要。而去到現代，呢項技術亦都開始被一啲專門製作戶外同軍事食品嘅品牌所採用。隨住品牌慢慢發展， Tactical Food Pack 後來亦都接到咗德國國防部嘅軍糧訂單。為咗應付軍方大量嘅需求，品牌後來索性將生產線直接搬到去德國，所以而家市面上嘅 Tactical Food Pack 產品其實全部都係德國製造，整個生產過程都維持住相當嚴格嘅品質標準，而且因為採用了冷凍乾燥技術，呢一類食品喺製作過程之中完全唔需要添加任何防腐劑，但依然可以長時間保存，同時保持食材原本嘅風味同品質。所以其實由越戰時期開始咧，呢一種冷凍食品嘅保存技術已經變成咗軍事補給入邊重要一環啦。呢一種原本為戰場環境而設計嘅產品咧，去到今時今日已經流入咗民間啦。依家我哋見到嘅遠足露營呢啲活動都會見到呢款產品嘅身影。咁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咗 Tactical Food Pack 嘅呢個品牌啦。除咗一啲凍乾嘅主食之外咧，佢都有推出一啲凍乾嘅小食啦，仲有一啲能量嘅飲品嘅。如果你又係對行山露營啊同埋軍事裝備有興趣嘅人咧，都歡迎你上嚟我哋 D2 門市查詢同埋選購啦。拜拜。如果你對今次嘅內容感興趣嘅話，請喺下面 comment 軍糧，我哋會再考慮出多一集。另外記得 like 同 share，未訂閱嘅快啲訂閱啦。